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水源。去年10月，我们为了拍摄 Aquaman 新专辑的封面照片，要到海里面进行水下摄影，所以我们去了垦丁一趟。在这之前，Aquaman 还特别到南港的深水游泳池找教练上课，因为他其实根本不会游泳，但是为了第一张专辑的封面照，他还是硬着头皮拼了。第一天到了之后 ，check in 完，教练先带我们到帆船岩附近，让 Aquaman 先在离岸边比较近的地方进行练习，熟悉水性。我们穿越了草丛，到了海边，将面镜除雾，准备下水练习。目前这个状况都还不错。在做平压的时候，大家通常都是捏鼻子，不过 Aquaman 坚持用抽鼻孔的方式，他说这样比较不会进水。这次的专辑设计师，我的偶像龙哥吴建荣老师也有一起来，还有设计工作室 Black Club 的老师们，当然宝宝熊和陈雅也有来。在练习的过程中，因为Aquaman的眼睛不太适应，我们尝试了许多款不同的蛙镜，甚至直接戴墨镜下水。这看得清楚，真的还好。然后就是如果都不要进水，然后。后半段的练习，教练带我们游往比较外面的海域。后来练习的过程中，因为Aquaman没有做好平压，所以他感到非常的不舒服。当然，我们也马上依照教练的指示进行调节。后来Aquaman恢复比较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先结束了第一天的练习。隔天早上4点就要准备起床梳化，要赶日出的光，到沙漠去拍摄宣传照。究竟拍不拍得到？下集揭晓。Aquaman 新专辑精装版、平装版及系列周边正式于 Fantomet 上架贩售，欢迎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进行购买。感恩的心。